那種會危害到咱國家利益、危害到咱的生命，這罪行是咪愛甲判較重呢？來看這空軍進前的飛行官蘇俊廷退役了後，去互中國政治人員接收去，再去找這空軍的哪吒管制官柯典成，用22萬6千塊的代價，甲台灣應對解放軍軍機侵略的方案泄露予中國，其中也包含國產雄三飛彈的戰場運用等機密文件。柯典成一審被判7年4個月，然後二審呢？是依照貪污罪，改判7年，褫奪公權5年，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。講到這幾年呢，這解放軍的軍機一直來擾亂台灣，互看做會當對付因的雄三飛彈相關的證據，卻泄露予中國。有專家認為講呢，這空軍哪吒官會當接觸到的，可能是也未量產的空射型雄三飛彈，即是有關聯。也若這相關的參數資訊，也有調整空間。這個哪吒官真歹接觸到核心的數據，泄露機密衝擊是真有限的。